先頭起先來關心中國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傳出過身，才甲98歲。朱鎔基在1998年上任做總理，推動中國的國有企業甲金融改革，佮帶領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WTO， 互人講是中國的經濟沙皇。另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這朱鎔基在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進前所發表的強硬言論，也互人認為是促成台灣頭一屆政黨輪替關鍵。中國中央電視台在8月12日暗時7點聯播的新聞當中，正式宣布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已經過身。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同志因病醫治無效，於2026年8月12日11時06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8歲。朱鎔基1928年10月出世在烏蘭登山，是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。1987年，互人任命做上海市長，主導上海，走向全球金融中心。1991年調去北京。1998年到2003年期間，做中國國務院總理，任內也拄到台灣2000年的總統大選。朱鎔基選前3天在記者會話講甲真無客氣，也互人認為是直接互台灣出現頭一屆的政黨輪替。不管誰上台，絕對不能搞台灣獨立。朱鎔基受到鄧小平的信任甲重視，一步一步確立伊負責中國經濟工作的核心地位，做一個中國當代經濟體制上界重要的人之一。1990年代縱觀中國經濟大權期間，伊的風格甲手段攏真硬道，互外界講做是中國的經濟沙皇甲鐵血宰相。毋但推動中國分稅制，大大整頓國營企業進行裁員，佮較帶領中國成功渡過亞洲金融風暴等等一屆的考驗，也全力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WTO， 開始20年以出口為主的高經濟成長。另外，朱鎔基也大力打擊貪污，閣捌講出準備100戶棺材，99戶互貪官，1戶留予家己的話。2003年總理任期做滿了後，由溫家寶接手，朱鎔基徹底退休。落任了後，無閣再插政策，也無兼其他的職務，罕咧公開發言。最後2屆公開出現是佇2017年甲2018年。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。